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歌手蔡琴年底要到登台演唱，传出讲伊进前带着怪病，讲头安尼戆，耳仔积甲真严重，尾也更加出现高低频的杂音。一开始是去看耳鼻喉科，讲看唔到科，讲爱看平衡神经科才对。治疗了后已经好啊。医生讲，像蔡琴这款的镜头，若是严重者，可能会变做耳仔中风，就是俗称的突发性的臭耳聋。讲40岁至60岁，尚会带着这种的病症，目前也找无病因。唱几若条经典歌曲，65岁资深歌手蔡琴过3年，搁一摆开演唱会，年底嘛搁登台演出。不过前几工啊，红野了得着怪病，有严重耳鸣的耳顶顶的状况。蔡琴讲，定定感觉声音真远，搁有高低频的杂音。去看医生了后，才知影镜头若搁变严重，耳仔有可能会中风。耳仔中风其实就是俗称的突发性臭耳聋，上经典的镜头都是疾病的耳仔向听无，或者是有塌掉的进水的感觉，咱耳嘛减压平衡感。常常看到的镜头包括下耳、耳鸣等等。40到60岁较会发生，男女比差不多。医生嘛讲，耳仔中风定定找无原因。那个原因真的很难讲，有些认为是病毒感染，或者是不是自体免疫引起的。那常常会尝试使用类固醇，那如果没有好转，可能就是那个神经坏掉了。耳仔中风分作轻、中、重，真严重时会顶级。轻度的镜头拢会自然恢复，不过上严重的恢复几率，敢若剩较无10%，而且治疗黄金期可能伫1-2礼拜左右。若是过迄个时间，听力都有可能无法度搁转来。不过这种突发性的镜头，安怎预防？医生嘛有撇步。如果你有音差，你可以用这样摩擦，2只指会摩擦会有声音。那也可以，哪边有声音，哪边有声音。医生嘛提醒，伤晚困、紧张、压力真大，拢是风险因子。民众要随时注意家己的状况，自我检测，较袂去拄到耳仔中风的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